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三角堆的后壁遐，是毋是进行一条路咧？其实这毋是路哦，这是墙围仔顶的一百度。这是台中丰原一间工厂的墙围仔，设计做三角几何的图形。这个涉水甲线条拄拄好，甲这个大路边来切齐。安尼想一个看，进行一条路，就驾驶人暗时啊视线较歹，差一点仔就甲车驶去哩。啊，这是要行迄对啦。 安尼头前路啊，后迄毋是路，有吗？后迄毋是路。民众开车来到路口，以为前面有路，结果差点仔就弄入围墙。详细看，这围墙顶面的图形，伊的色水甲线条拄好甲路边切齐，形容一看，以为是大路。你人远安尼看安尼有影啦。暗头较行哦。系啊。骑摩托车，然后停在那边抢前面，然后骑那边，然后就紧急刹车，差点撞到是不是？对，差点撞到。 这画面真正是引起民众的议论。台中丰原这间工厂日前有做新围墙，因为伊的造型真成大路，当地民众担心车开来到这会怎弄落去。不过头家无认同。你这开偌济？大约个40万啊，看到真顺势，这款的就是有一个美观。已经遐久来，只有迄种无车，莫讲迄款不吉祥的路了。还是会亲自来拜访我们董事长。那希望的话，因为有危险性，哎，不要造成我们那个驾驶的一个危险。警方伫围墙外面有放这红色的三角架啊，提醒驾驶人注意，因为围墙是属于私人的财产。里长甲警方目前只会当劝说，希望工厂的头家修改围墙的外观，避免意外发生。